咱去游玩是电影的主题曲啊。1934年电影是国语的啦，上海电影所以吼，这首歌真就是唱到一颗红蛋呀，一颗红蛋，唱国语。国语。规条拢台语哦，唱得死才唱国语吼，所以你唱到爱注意嘛嘿，唔通唱了对。这是电影主题曲啊。想要结伴转夜顺，无意外有风云，红西淡漠问青春，哎呦，一个红蛋当新婚。望小相好，相对，人在东方看不离，含泪无难无落水，哎呦，一个红蛋映出泪。好，看首什么代志？因翁安怎？因翁家私害了了，害了了变怎？会报你。所以你要看卖过去查某人就是认命，就是爱认命。挂名夫妻对读进，伊的电影是讲伊后生较好个囡仔迄落制造。但是嘛是爱家己传宗接代，买一个查某来甲伊斗阵安尼，但是都所以挂名夫妻对读进，了看卖坚守外挂10外冬，一个红娘真苦谈。咱台湾人甲什么时阵做啊？做晚会嘛，做晚会是做红娘，所以看到人做红娘，送红娘是心内真感慨，但是只会当忍耐，对吧？所以你知咱台湾手挂总冠军的咱台中人，你知吗？叫做林春良，林春明啦，你懂呀？大家妈祖了，左前方水贞节牌坊，那个林春良贞节牌坊，你大甲妈祖庙里面有红红的像贞节妈，金挂72年因自细汉甲因翁订婚，甲咧因翁顶船漂流。所以刷落呢，爱替伊唱歌安尼，只有72年。那我72点钟，72点钟算袂歹，3工安尼。嘛周楚儒才72分呢。72秒，我讲紧，所以这时间无共的吼。